教育部也伫今仔日母语节举办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，甲终身奉献奖颁发予为台语拍拼周清菊和台湾的歌戏国宝杨丽花。另外，还有7个个人奖、3组团体奖。教育部颁奖感念这寡先进为本土语言拍拼传承。 大家恭喜咱台语界先摆，世人拢咧吹哨咱的母语传承。 以前为台语拍拼周清菊，也佮有甲一世人奉献予歌戏的杨丽花，伫咧世界母语节上台领本土语言终身奉献奖。其中，前中华馆馆长周清菊30年来专心推广台语和栽培人才，佮伫2018年成立全国第1个台语文创艺园区。伊嘛呼吁国家语言政策袂当干那注重中文英语，一定爱完整包括各族群的母语。就是本国国家语言发展中心。 一定爱赶紧来设立，这个紧设立了，才有可能全本融合各方面、各种拢来做伙来推动。连贯歌戏界一粒一的传奇小生杨丽花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。杨丽花表示，台语是伊正出世讲到大的语言，伊希望歌戏会当继续传承台语，用台语来传达祖先的智慧和台湾文化。我是台湾囡仔出世的，拢讲台语。 演台湾文化的歌戏，这是我应该做的职务啦。但是这么遮水的文化，咱应该是台湾人应该爱来保护的责任。大家应该做阵来看歌戏、学台语，互咱台湾的文化传万年。谢谢。 另外，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，也有7个个人奖和3组团体奖，台语、客语和原住民语的代表拢有。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，希望透过颁奖，予愈侪人认捌为母语贡献的人。我相信在座所有得奖的团体甲个人，迄是拢用一世人的生命对这个工作一直来努力来奉献，就是感觉看到这个语言都要消失去啊，若无。 用咱，我想后一代都根本都唔知影，咱要看的，要听的这语言啊。自111学年度开始，本土语言课程伫高中、高中变做必修课。潘文忠表示，这是透过前辈的拍拼，拼20几档才总算实现。伊希望继续推动母语，正做少年家日常的语言，互母语传承落去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